前全國政協常委、商人何柱國逝世，終年75歲。何柱國近年不時有就社會時事發表評論，如他在今年2月份曾在電台節目表示，地產市道是供求問題，香港現時有數萬伙新盤未消化，如地產商承受過多供應造成財困，情況會蔓延至銀行業，影響較政府赤字嚴重。當時何柱國又建議政府要停止賣地3年，從而令大眾恢復信心，令資產價格上升，避免負資產增多令銀行體系出現問題。當時被問及財赤下推動明日大嶼，何柱國認為借貸令項目上馬並非良策，指出香港非美國有天然資源可以無限借貸，